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是昨发生的台中乌日的死亡车祸。有一台南马空车要驾越，无看到一对骑机车相载的双生兄弟啊，就要甲因交过。结果骑机车的兄哥死亡，小弟重伤，因者23岁。讲两兄弟啊是厝内是开工厂的，下摆两兄弟啊是要接厝内的产业。其中这个兄哥，佫要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技能的竞赛，摕到优胜。想袂到一场的意外，或者拄啊要起步的人生，就安尼结束了。这是2004年代表咱台湾参加国际技能竞赛中华台北代表队比赛卫冕。这不仅是比赛，更是热血与荣耀的交织。其中县城汉堡的选手，胜所相信阿兄伫咧比赛内底得到优胜。颁奖的是爸爸妈妈欢喜上台含戏做回翕相。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要一起来庆祝。阿兄得奖了后，嘛伫咧总统府得到热情着总统接见。相信因兜开工厂，爸母用心栽培，就是要互因换处理生理。除了念书之外，就是会在家帮忙产品的那个加工。这方面他相当的熟练。昨夜报1点外，阿兄骑奥多麦载小弟经过台中乌日溪南桥附近，互一台南马控压着，奥多麦桥车身跌咧，兄弟2人拢桥后轮交溃。救护人员到场救出倒脚桥跌着伤的小弟，不过阿兄的头壳重伤，至今无伫咧喘气。当时爸母到场看到这凄惨的画面，艰苦甲吼袂出来。胜所相信阿兄平常时啊爱骑铁马，去读台中一间科技大学产学混模式专班4年级，小弟读产学合作专班，处理有机会栽培囡仔，因照步学功夫。兄弟2人离世伫咧处理开的机械工厂实习，假日去好好上课。2人过4个月就要毕业啊！阿兄煞离开世间，互处理的人拢真悲伤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